不应自食菩萨，你即个菩萨袂使有自着一切色色。那安尼当中，你即个修杀，咱即部话是咱科学啊，叫着咱的佛讲即部话呢，咱科学即马叫着当时咱有写一段即个一段迄个叫笔记，假是咱的伫即个经典的底找看一寡迄个常客来通讲大家做一个阐述的意义。苏摩地是故，苏摩地菩萨应一切相，发阿弥陀佛三摩地心，不应自食生心，不应自声叫为小生心，应心无所住心，若心有主，即为为主。所以后壁到即句啦后壁到即句是故，苏摩地菩萨应一切相，发阿弥陀佛三摩地心，即个名所以伫即个当中呢，咱大家大众咱的印象，咱了解着即道理。所以，这里释迦牟尼佛啊，引证前面所讲的理想修行，会将这个事情来证明菩萨应一切相，发阿弥陀三摩地心啦当然，你要修在什么？你袂使无理想，你一切相证明出的。佛就是因无执相，无执一切的相物件，色相物件。所以呢，你一切相，你这相经内底来证明的这个菩萨应一切相，发阿弥陀三摩地心。当然，你要发现这个菩提道啦，这是一个非常难发，但是真正宝贵的一个物件所以引发的，就是因为咱行入了这个正觉的路啦但你发了以后，离去一切相，会无执着，那是咱行着正觉的路途线。其实，咱伫路途内底当中，如果咱有执着，这路途你毋是真正菩萨的路途，你会使解释这个众生的路途。因为众生的路途总是有分别，后壁迄个地位就变成一个色啊。所以头前这个路途叫做众生的路途，头前迄色叫做意识，但是头前后壁迄个第六路地位，头前这个路途叫做菩萨道，这点咱一定要清楚。但是解释就是你行入正觉的路途，你袂行入偏觉的路途，这点咱要去明白。那既然你行入正觉的路内底当中，你应不自食生心，不自声叫为小生心，这是经文经的第4分讲，叫做妙行无住，妙行无住心，妙行无住相。所以妙行，你的妙行，你袂使有住。咱好想这意，咱好想这意，咱开车，你若有一心的开车，你若有一心的开车啦你的开车要发生几样意义之处？今日你若一心的开车，无一心的开车，今日你的开车会做安全。是安怎讲？因为一切的状况内底当中，拢会掌握着你的一心。换一个解释叫做如是开车，尼叫做如是做，如是提心，如是开车。因为今日你开车了后，你的心若起了，尤其入边学业讲话啦，讲为怎啦？咱好即个昨日去鞍山，边迄个高大叔一直咧和我讲话，但是迄个讲话分心太厉害。因为上面你有道理解宣传，上面你通看头前的车，上面伊个双黄线的都离遐要来，尤其站。就是昨天拄开到昨个搬倒来，飞机都无飞个，